大家早晨啦，歡迎大家翻嚟收睇2026年8月9號嘅溫總一周投資節目。講緊就本身上個禮拜個港股終於都要跌啊，升咗5個禮拜，跌翻1個禮拜。未來方面嚟講會點走呢？因為本身今日晏少少嘅時間啦嚇，就會有 CPI 同 PPI 嘅數據會出嚟。呢個係內地嘅，本身嚟講揭示啊，因為內地通脹就唔嚴重嘅，反而調翻轉頭，大家會驚佢通縮多啲。另一方面嚟講，就嗰個嘅生產物價指數 Producer Price Index 咧，其實就會直接係反映到啲企業未來嘅盈利表現。一陣間都同大家跟進一下。就本身嚟講，除此之外，亦都下個禮拜嚟緊呢個禮拜，都本身嚟講咧係有呢個嘅美國嘅 CPI。呢個其實咧反而調翻轉頭咧，就會影響住佢哋嘅貨幣政策咁樣。加埋啦嚇，講緊就啱啱過去呢個星期五咧，就其實都有啲消息 update 翻，好消息嚟嘅其實嚇，兩個本身嚟講到底點跟進咧？轉頭會同大家分享翻我嘅意見。開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哋頻道，喺埋個 long 未來方面講有冇新片都係第一時間通知翻大家咁樣嘅。好多謝晒大家先。同大家跟翻個港股恒生指數先嚇。恒生指數方面嚟講咧，大家睇到個畫面，本身就嗰個恒生指數喺翻星期五嘅時候咧，其實都好犀利㗎啦，本身嚇。因為點解咧？成個走勢同星期四係幾乎相同嘅，而講緊係去翻當日貼住全日最高位收下。呢個其實的而且確係算係做得有一個嘅交代，因為其實講緊咧本身好少可因為星期四嘅時候個高位咧喺25667，調翻轉頭喺呢個星期五嘅高位咧就25669，佢係輕輕高少少，低位都係輕輕高少少啊。講緊喺25393同埋呢個嘅25389咁樣，爭4點嘅啫。其實高低位全部都係爭幾點之內嘅事情咁樣。其實講緊係咪代表個港股跌唔落呢？其實某程度上咧，都似乎真係唔係好想跌得太多住，仲有一定嘅韌性喺度。只不過問題呢個韌性咧，會唔會可以持續到呢？咁樣，我覺得其實咧就較大機會係個港股可能會由一路即係好似之前咁啊，主要向上走啊，變咗嚟講咧，未來方面可能會變成一個即係本身可能係一個橫行嗰種格局，即係意思係好似咁樣走嗰種格局咁樣。呢個係我未來方面嚟講嗰個睇法。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咧都好關鍵一點，就係講緊個北水方面嚟講個表現。北水個表現咧的而且確令我有少少憂心嘅。你見到啦，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北水都係要淨流出嚇，北水都係要淨流出，keep 唔到淨流入嘅其實嚇。講緊直頭本身嚟講，過去2個星期只係得星期一同星期二係有資金淨流入，再對上一個星期就全部都係淨流出添嚇。啱啱過去呢個星期就星期一、二有資金淨流入，流入咗130零億度咁樣。但係如果計翻流出嘅話咧，喺呢幾日裏邊流走咗成200幾億嘅，所以 total 其實都係流走咗100幾億。我曾經多次同大家強調翻一樣嘢，港股係好需要北水，因為依家咧外資唔係咁多，其實喺香港嚇。講緊如果你話歐美資金咧，佢哋嗰邊個場咁好玩，老實講咗，點解要捱眼瞓就登走嚟香港？其實除非有好好嘅潛在回報，否則嘅話咧正常都唔會走嚟香港啦。我哋本身嚟講，雖然個資金體系係入耳出入，但係調翻轉頭，佢哋要捱眼瞓啊嘛，或者佢哋特登走嚟香港，要改變一個嘅生活環境。調翻轉頭係一般人嚟講，佢哋可能未必願意。除非好容易賺錢咁樣，等於我哋點解走咗去炒美股呢？因為美股容易賺錢啊嘛，其實你好多時買咗啲股份，如果你係好嘅股份忍得嘅咁樣，佢到時到後都會慢慢爬翻上嚟啊嘛，其實簡單啲講就所謂俗語所講嘅有買貴冇買錯，所以呢個其實已經好唔同啦。變相地嚟講呢，就講緊嗰個嘅港股方面呢，嗱依家去到啲高位啦，你搏佢上幾多呢？我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好多次。本身嚟講，我個人睇法啦，會預計佢可能都仲有得上都唔奇嘅，其實本身，但係個目標方面咧，就一定暫時嚟講唔會傾向於太高唔會傾向於太高，可能傾向於個位置方面嚟講，就係畫面上邊呢一條嘅黑色橫線。黑色橫線方面嚟講，大概喺26,600
至到講緊係26,800，咁我就想用26,500至26,800啦嚇，俾300點佢走盞啦，其實嚇，咁作為翻一個短期目標，咁如果去到呢啲位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似乎都係差唔多啦，其實嚇，咁調翻轉由下邊方面嚟講咧，咁又係啦，就本身嚟講呢個有一個嘅橫行區嘅區底咁樣，咁啊區底就24,500，即係意思係短期咧喺24,500至到26,800之間咧就浮浮沉沉咁嘅機會咧，我自己覺得比較大啲，咁就似乎去翻咩咧？去翻今年年初或者係上年年尾嗰種格局，咁講緊係區間上落嗰種格局咁樣，咁直至到可能有啲嘅特別消息方面嚟講發生咗，咁可能先至會有個明顯變化，否則嘅話咧，咁都係傾向於區間上落走勢會比較多啲咁樣咯。咁而短期方面咧嚇，咁因為本身我星期五都同大家講過啦，咁不論 RSI 又好，不論隨機指數都好啦，咁其實就講緊咧見到喺後邊咧。咁其實就本身都有少少回落咗落嚟，咁回落咗落嚟嘅時候咧，咁會回落到去邊度咧？嗱，過去有啲時候咧，你都會見到大概喺翻啲高位回落到去啱啱過咗50度咧，或者去到靠近50度咧，就會攞到嘅支持，唔排除咧。金轉方面嚟講都係咁樣嘅走勢，大概去到翻50附近咧，咁就可能攞到個支持咁樣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呢度未來方面個港股恒生指數，我預期啦嚇，咁講緊都嚟緊呢個禮拜，我會反而傾向於係覺得佢會升翻嘅，其實嚇，咁即係一個禮拜升一個禮拜跌嗰種格局咧，我覺得個機會存在嘅，咁我會傾向於個低位方面嚟講，大概喺翻25,600點附近嗰啲位置，咁而調翻轉頭上邊方面嚟講咧，就喺26,600點。咁大家聽起上嚟好似有少少即係比較牛少少嘅講法咁樣。咁因為其實咧就本身嚟講，啱啱收市位就咪係25,600點咯。咁而高位方面嚟講26,600點嘅。咁即係其實就本身嚟緊星期一要升喎咁樣。咁暫時睇啦，如果 ADR 方面嚟講，的確係升緊嘅。咁本身嚟講升咗231點個位置嚇，231點個位置。咁而再升唔升到咧，就都幾視乎翻嚟緊嗰個禮拜咧，啲 follow up 嘅其實嚇，咁包括係咩咧？嗱，包括咧就本身呢個美以伊個局勢咧，其實嚇，咁依家多咗個國家叫安曼，咁本身嚟講咧就依家嚇，咁伊朗話就嚟會同呢個安曼方面嚟講達成協議，呢一個係新加坡嘅海峽時報，咁其實講緊咧就本身佢哋如果達成協議之後咧，美國方面嚟講就會 suspend 翻嗰個 attack plan， 即係簡單啲講咧嚇，美國就唔會再襲擊呢個伊朗，甚至乎咧就會開放翻呢個嘅本身嗰個阿拉伯海咁樣。阿拉伯海其實就喺邊度咧？阿拉伯海咧其實就係喺翻霍爾木茲海峽出海口嗰個位置咁樣。即係意思係咩咧？即係意思係呢一個位置嚇，呢一個範圍嗰個位置叫阿拉伯海咁樣。咁霍爾木茲海峽就係呢個嚇掟個靚灣嚇，即係簡單啲講，好似澳門賽車咁樣嗰個髮夾灣咁啊，掟個髮夾灣咁樣。咁佢掟咗個髮夾灣之後咧，落翻好似嗰個位置叫做咩？叫做講緊係唔記得葡京，嗰個唔係葡京灣，嗰個係叫唔知加斯蘭定乜鬼其實嚇。咁講緊就總之落翻嚟嗰下啦，其實嚇。咁講緊就呢樹就俾美國方面封鎖咗，而呢樹咧就係俾呢個嘅伊朗方面封鎖咗。依家伊朗同安曼方面嚟講就話嗱一人一邊咁樣嚇，咁我入你出咁樣，咁嗰隻咁樣嚇。咁講緊到底係結果係即係講緊係幾時開放翻咧？市場星期五就因為呢個消息咧，咁其中一個重要消息啦嚇，咁講緊炒上去嘅。咁另外一個頭先講過咧，就本身市場方面嚟講開心中意聽到嘅消息係乜嘢咧？咁其實中意聽到嘅消息咧，就係講緊嗰個美國方面嘅就業數據。就業數據其實表現差。表現差 ，OK 嚇，表現差反而開心，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咁樣。的而且確表現差，大家反而仲係高興啲添。其實嚇，反而表現得太好，可能就唔係咁中意咁樣。咁點解咁講咧？其實嚇，因為大家見到翻講緊嗰個嘅加息機會就明顯下降咗。咁最新嗰個輪翻 payroll 咧，由之前得嗰2萬份已經少㗎啦，根本上2萬份。咁但係去到7月份，大家其實預期係有85000份嘅。結果係咩咧？結果係呢個嘅減少。
23,000份咁樣嚇，減少23,000份。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就都係值得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留意嘅。咁嘅失業率方面嚟講嚇，由4.2 drop 到翻落去4.1嚇，drop 到翻落去4.1。咁呢個其實咧就聯儲局更加睇都係睇個失業率嗰邊多啲嘅。其實 drop 咗嘅話會有個比較即係聯儲局可以叫做中性啲嘅影響。咁但係好彩嗰個浪翻方面嚟講，亦都係嚇咁啊減少咗。結果係咩咧？結果咧應該係會影響到嗰個嘅加息方面個預期。依家市場都係預期翻啦嚇，咁啊講緊係息口方面咧，9月會唔會上升咧？咁樣暫時嚟講，因為仲有成30幾日先至嚇，差唔多40日嚇，咁講緊先至係會有嗰個嘅意識。咁而變咗嚟講，短期方面咧，你見到唔加息嘅機會率依家咧嚇，反而係多過加息嘅。其實嚇，唔加息嘅機會率反而係多過加息嘅。其實嚇，因為一來啦，其實本身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翻，咁就講緊係會影響到個油價方面回落，而油價回落咁使乜加息咧？咁調翻轉頭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個就業狀況都唔係特別好得咁緊要，咁又加咩息咧咁樣？咁所以咧市場亦都會好睇住咧嚟緊嗰啲嘅通脹數據。咁例如講緊係星期三方面嚟講個 CPI 數據啦，咁市場相當之關注。咁現階段嚟講咧，就本身由3.5啦，市場預期係會 drop 到落去3.4按年嘅。咁呢個係整體啦。咁如果你話係嗰個嘅本身核心方面咧，就會由0去翻0.2，0.2你乘翻12都係2.4啫。其實嚇，咁啊所以變咗唔多嘅。咁就算 even 你當襟棚咁計咧，咪2.5、2.6度啦。其實嚇，咁亦都唔算過分。所以其實按年方面咧，都係由2.6，市場預期係 drop 翻落去2.5。嗱，如果講緊呢個通脹方面嚟講，有機會係 drop 翻落嚟嘅話咧，咁再加埋啦，依家因為8月份如果真係個油價方面可以 keep 住喺70零蚊呢啲位咧，咁都有機會令至到咧本身美國方面嚟講嗰個嘅即係本身汽油價格啊進一步下跌。咁依家其實已經跌緊㗎啦。本身嚟講之前係4.1嘅，所以其實咧就我自己相信啦，Kelvin Walsh 其實加息個機會係好細。咁同埋另一方面好重要一點就係咩咧？其實咧就大家成日覺得Kelvin Walsh 好似放鷹咁樣，但係其實實際上佢係俾個鷹樣大家睇。其實調翻轉頭咧，佢其實根本上就唔想加息嘅。點解咧咁樣？咁因為其實大家需要知道一樣嘢，咁本身除咗頭先上述兩個因素之外啦，11月就中期選舉㗎啦。其實嚇，咁如果中期選舉特朗普有啲咩差池嘅話，對佢其實講緊多多少少亦都會有啲影響。佢依家喺美聯儲裏邊咧，其實都幾孤立嘅，因為點解咧？美聯儲嗰邊亦都有民主黨人啦，例如講緊好似 Lisa Cook 咁，我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嚇，咁啊講緊或者其他官員講緊佢哋嗰個嘅 preference 咧。就直接加咗好多政治因素。呢個特朗普其實已經講咗，其實嚇依家都幾難喺呢個聯儲局方面嚟講可以嚇，即係叫做有一個一面倒方面嘅一啲嘅投票結果咁樣。咁所以點解咧？就講緊本身未來方面嗰一次即係9月16號嗰次議息咧，大家有心理準備啊。可能其實嗰個真係投票投出嚟咧，可能爭好少，或者講緊兩邊對立都唔奇怪嘅。其實嚇，咁所以結果係咩咧？結果其實咧，大家投資者方面議息完咗可能會有少少震盪都唔奇嚇。咁但係震盪完之後其實都係冇嘢嘅，因為講緊咧，就算俾佢加息都好啦，咁都係加1次半次息嘅啫。其實嚇，今年可能都係加多1次嘅啫。其實嚇，唔會加得多嘅。其實嚇，咁因為你數一數，如果你9月唔加息嘅話咧，咁今年剩翻2次會開，一次係10月，一次係12月，咁你其實咪俾到你盡咪加1次息係嘛？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呢個就我會覺得。未來方面咧，今年咧分鐘唔使加息嘅嚇，咁你可以避買呢一樣嘢。咁變咗嚟講對恒生指數咧，咁其實中長期嚟講咧，咁係一件好事，因為本身咧恒生指數同呢個嘅美匯指數其實相當之密切。美匯指數近期都明顯地走翻落嚟，咁見到星期五嘅時候咧，咁最低都落到去99.4，咁呢啲其實都係對恒指方面有啲着數。咁只不過問題咧，啲北水唔就啦，咁講緊就本身呢樹咧就影響大啲啦。咁而除咗北水唔就之外啦，咁啊講緊見到咧嚇，咁就近期方面咧就好似嗰啲嘅即係升跌節奏方面有少少轉變啦。咁其實係日升日跌咁樣啦，其實嚇好似冇以前咁牛氣沖天咁樣。咁本身嚟講嚇，咁再加埋咧就本身日線圖上邊啦嚇，咁恒生指數方面就嚇你見到
失守咗呢個嘅10天線失守咗呢個10天線。咁本身嚟講呢個都係一啲稍微差少少嘅息路，但係咧呢啲咁嘅息路咧除咗嗰個嘅港股通之外啦，其他可以好容易改變，因為呢啲嘅佢一撩上去咧，星期一如果你話重新再試過2日連續上升嘅話咧，咁又轉翻個勢頭會好少少，就唔係話好似啱啱呢個禮拜咁135升24624跌咁樣，咁唔係嗰種咧，又會變咗咁所以整體方面再擴沽一截，咁預期恒生指數我比較膽生毛啲，就覺得咧25668呢個位咧，今個禮拜咧25600咧呢個位咧有機會守到嘅，咁而調翻轉頭咧向上走嘅話咧，佢未必好大踏步咁樣咁講緊就本身去到26000嘅話，咁26600嘅話，我覺得其實係可以嘅。咁講緊就本身最終收盤位喺26000點附近嗰啲位置啦咁真係大踏步，真正確威武其實咁大家留意翻識得聽呢首歌仔嘅朋友咧，都唔好話俾人聽，因為都大家都知咩年份㗎啦，其實 OK。咁而講緊咧就本身咧係呢個上證綜合指數都改善翻啦，你見到去翻3940點呢啲位置咁樣，咁呢啲其實亦都係一個 good 嘅 signal 嚟嘅。咁起碼一樣嘢啦咁講緊係內地股市企穩，港股要大跌嘅壓力就變咗，自然係會少咗好多呢個會有個幫助。咁當然啦，其實講緊最好，甚至乎講緊係呢個嘅深圳方面嘅創業板都升翻，咁佢的而且確改善緊咁因為深圳創業板升翻，代表科技嘅硬件股都會一齊起步。咁因為其實咧金鑽方面同早2個月唔同早2個月咧大家就擔心啲錢落晒去啲硬件公司度，咁調翻轉頭啲科網公司、軟件公司咧可能賺唔到錢咁因為佢都貢獻晒出嚟啦，等於好似 Google 咁樣，咁負現金流。即係簡單啲講係入不敷支，咁主要原因就因為佢起嗰個嘅信息中心。調翻轉頭，依家嚟講咧，大家相信，咁講緊係就算 even 係啲軟件公司或者啲科網公司，佢哋其實未來方面嚟講，因為個 AI 都帶嚟到個 cash flow， 帶嚟到個現金流咁樣。如果原來係呢個嘅 AI 方面都真係揾到錢，證實到咁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比翼齊飛。其實即係簡單啲講。硬件又可以上升，跟住軟件又可以上升咁原來真係起個基站翻嚟係揾到食揾到錢嘅咁樣，等於好似當年講緊特斯拉唔係做車嗰個，真係特斯拉嗰個人發明咗交流電嗰個人咁佢其實貢獻呢一樣嘢出世界，咁跟住講緊大家起咗啲講緊變壓站，咁跟住發覺原來真係可以揾到錢嘅喎，其實咁同一樣嘅理念，咁所以俾你嚟講一個新科技咧係的而且確係要經過一啲成長嘅。咁而美股方面嚟講咁喺翻呢個星期5晚嘅時候咧，咁亦都見到繼續再升。咁本身嚟講咧，都挨住翻嗰個高位㗎啦，其實因為呢個禮拜啱啱創咗嗰個新高，咁喺呢個7793個位置，7793個位置，咁我都係維持翻啦。咁講緊今年方面嚟講，我喺上年年尾嘅預測8000點嘅目標，我都係繼續維持翻嘅。咁有啲人會問我，喂，好似你話，講緊係恒生指數咁本身我呢個禮拜我都再次提翻大家，我嘅目標今年咧，我都係繼續口硬都係繼續維持翻31000點嘅目標咁樣。大家可能會覺得我黐線，但係我都有一句，其實我唔中意轉嚟轉去，其實即係講緊本身嚟講球王都有唔射唔入波嘅時候，其實例如好似美斯，例如好似 C 朗咁都有射唔入波嘅時候。調翻轉頭我就唔想一陣間就咁樣，一陣間就咁樣，令到人無所適從。我都係繼續睇好今年個港股，只不過如果你話唔到嘅，咁唔緊要，其實我都唔會，你哋都唔會要我次次都到啊。其實次次都到就唔使做啦。其實係嘛，咁都係嗰句，李生可能都要同我傾偈飲茶啦。其實係嘛，咁但係調翻轉頭係我想同佢飲茶，佢唔會同我飲茶啫嘛。其實係咪我好老實嘅，其實 OK 咁所以變咗嚟講咧，都係嗰句啦。其實港股方面嚟講咧，就應該係可以經歷咗喺5、6月方面整頓嗰個嘅違規境外投資之後咧，應該可以橫行翻正常翻啲咁樣。咁而值得一提一樣嘢咧，就本身就呢個嘅納斯達克指數呢個係綜合指數，唔係嗰個100指數唔係講緊係嗰個嘅大 Q。其實講緊本身嚟講，呢個係綜合指數composite OK。composite 方面嚟講咧，值得提一點咧，就仲未創新高，其實仲未創新高。咁依家暫時嚟講呢幾日咧，最高都係去到26739，咁但係之前嚟講咧
係去到27190噶嘛，27190噶嘛。咁其實咧就本身仲爭2-3% 嗰個嘅幅度先創到新高嘅，其實嚇。咁即係意味住咩咧？嗱，意味住咧其實納斯達克指數咧未來會追翻。咁你俾啲時間佢，咁調翻轉頭咧，即係如果短期你話標普值博啲定係道指值博啲，甚至乎納指值博啲咧，我會投納指一票，因為講緊咧就本身道指已經升咗破咗關，咁而標指方面亦都係破咗關啦，其實亦都創咗新高啦。調翻轉頭，納指有機會會追翻落後嘅，咁只要其實講緊嗰個貨幣政策方面咧，唔好話太過 aggressive 咁已經 OK 㗎啦，其實咁的而且確依家就係預期唔會好 aggressive 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係有機會會破頂嘅，其實有機會會破頂嘅，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可以睇好啲科技股高一線 ，OK 咁就跟住咧，亦都同大家跟埋啲貨幣啦咁好似人民幣咁樣，人民幣都係繼續強勢嘅，其實76.738好犀利我都冇諗過咁誇張。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個港元匯價咧，你亦都見到啦，喺7.844，咁希望金管局方面嚟講唔使出嚟做嘢，因為本身星期五晚嘅時候咧，最低嘅時候做到7.845、7.846嗰啲位嘅，即係金管局隨時要出嚟做嘢嘅。跟住10年期債息方面嚟講，亦都係啦，咁喺翻呢個4厘6半嗰啲位4厘6半，咁其實就本身嚟講咧，亦都曾經見過最低嘅時候喺4厘6嗰啲位咁呢個其實對於翻往後咧都係有啲着數嘅，因為點解咧？咁講緊如果你話嗰個嘅債息方面咧咁升唔到上去嘅，對於翻個融資成本會係有個吸引力喺度。大家都知㗎啦，其實美國借錢咧，咁好多時會係基於翻嗰個嘅債息方面嚟講去做決定嘅。咁本身嚟講咧咁依家如果債息方面係肯回落翻嘅，好似星期五咁去翻4厘6嗰啲位置嘅，咁對於往後個股市嚟講，亦都會有啲着數咁30年債息去翻5厘2，咁亦都係比起翻之前最高5厘28，咁已經回落咗個8個點子啦。咁而跟住值得特別講一講就係個金，個金咧就繼續升緊咁都幾強勢咁本身嚟講最新都去到4341蚊收，咁講緊喺4371嗰啲位置，喺4371個位置啦。佢始終咧整頓咗都有成講緊係呢個半年有多，其實講緊係半年有多，因為1月份去到高位，咁跟住講緊咧就本身8月嘅時候啦8月頭嘅時候喺個低位方面上升。其實實際啲真係個低位嘅話咧，就喺6月30嘅嗰陣時喺呢個3942嘅3942。咁你如果純粹啦我當去計翻個 Fibonacci 嘅話咧，咁你其實一個反彈咧，反彈翻起碼我就算佢唔係真係升，純粹一個反彈嘅話咧，你彈翻上去4500、4600呢啲係一個好正常嘅水平 ，OK 4500、4600係一個好正常嘅水平嗱，一個好正常嘅水平嘅話咧，咁依家其實意味住咩咧？意味住仲有大概係200-300蚊嘅升幅，即係講緊約莫有5至10%嘅升幅，喂咁。good fit 啦，其實係嘛？咁而調翻轉頭，係咪就咁樣死死板板咁買嚿金咧？你當然可以買嚿金，又或者你可以買金礦股你可以買金礦股。當然你可以買埋 ETF 都得 ，ETF 甚至有啲槓桿嘅。不過槓桿就只係宜短炒啦就唔好話講緊長期揸住隻槓桿 ETF 咁講緊啦。因為你槓桿咧，如果佢喺樹膠着住喺樹嘅話咧，你都係要俾融資成本嘅呢樹都係值得睇一睇翻大家咁樣。咁但係講緊咧4500呢啲唔算過分嘅唔算過分嘅，咁所以啲樹留意翻。咁嘅白銀咧，白銀都其實係慢慢升緊。其實白銀其實如果真係升嘅話咧，嗰個嘅幅度可以更加大同埋更加理想嘅，因為你見到佢啱啱先升啫嘛。其實同埋通常白銀咧係升得慢啲嘅。咁所以稍後方面嚟講，如果你話最基本升翻到70蚊嘅話，咁呢樹已經有10%。若然係再升高少少80蚊嘅話咧，咁就唔得之了啦。基本上其實咁不得之了其實咁因為講緊啲樹有本身嚟講係呢個17蚊嘅升幅，17蚊嘅升幅相當於20%多嘅其實咁所以咧都值得大家投資者多睇一眼。不過通常如果喺嗰個嘅貴金屬市場裏邊咧，先反彈嘅一定係黃金，跟住先至到白銀上嘅其實因為白銀有工業用途。咁但係的而且確啦，個經濟你話差唔差，話好唔好，咁調翻轉頭啦，咁你其實啲銀方面嚟講，擲得太耐，跌得太多嘅，自不然亦都有一定嘅上
上升動力喺度。咁所以呢處大家留意住，我覺得70蚊就好基本㗎啦，其實嚇。咁至於80蚊得唔得嘅話咧，咁講緊就稍後方面有希望嘅，咁只不過問題咧就冇金方面嚟講去得咁自在，因為金有一個嘅講緊儲備作用咁樣，咁同埋即係都大家對貨幣方面嘅濫發啦，其實都有啲意見，所以呢處會有個影響喺度。而個油價頭先講過啦，其實嚇都落緊嚟㗎啦，其實嚇咁只要佢繼續喺80蚊樓下啦，咁對於個股市方面嚟講都係會比較着數嚇。未來呢幾個月咧，值得一提啦，就其實咧差唔多等於好似當總統選舉咁樣選㗎啦，其實嚇嗰個嘅市況咧當總統選舉咁托㗎啦，其實嚇，因為特朗普所作所為，咁調翻轉頭大家都會擔心嚇，講緊佢會唔會即係如果佢失咗個總統席位，會俾人彈劾。咁如果佢俾人彈劾嘅話咧，佢依家會唔會緊張咧？佢一定緊張。所以咧本身嚟講咧嚇，呢條新聞的而且確咧，等於其實美國輸咗㗎啦，其實嚇。咁點解咧？喂，你兩個人喺處收錢，暗啲收錢，咁全世界都要俾錢你使啊，其實係嘛？咁即係等於好似《竊聽風雲》第2嗰度有嗰首歌話齋嚇。咁我條命唔通係揸喺你手咁樣係嘛？咁好似阿曾江叔講嗰幾句對白，真係正到冇論嚇。咁大家有時間可以睇完我條片就上去回味一下《竊聽風雲2》嗰幾句説話，真係曾江叔正到好正。咁變咗嚟講咧，嗱，如果係睇翻咧，咁我又睇翻啲技術面咧，咁因為其實同大家講咗好多基本面咧，其實咁技術面方面嚟講又點咧？咁恒生指數方面嚟講仲得唔得咧？咁樣嗱，恒生指數方面嚟講的而且確就見到嗰個嘅我哋叫市寬嚇，即係本身有幾多公司可以企得到喺某一個嘅平均線，咁本身嚟講咧，個百分比又得嚇，公司數目亦都得，咁視乎翻嗰個指數或者嗰個市場係咪好透明？咁呢個我就用咗百分比嚇，咁呢個我就用咗呢個嘅恒生綜合指數，因為恒生綜合指數有500幾隻股份，咁你要操控佢就一定會難過淨係恒生指數，因為恒生指數你嗰即係幾廿隻股份咁樣。咁其實講緊咧，你相對係容易搞啲啊嘛，其實嚇，咁你買晒500幾隻股份，梗係難搞啲啦，係咪？好正常。咁本身嚟講咧，啱啱近期就去翻到挨近60嘅話，就有少少掉頭。咁你見到屈翻落去53.3嘅。未來方面嚟講，可唔可以繼續再升咧？嗱，呢一個要屈翻上去。咁其實要屈翻上去，真係屈嘅話，唔係特別太難嘅，係可以屈到嘅。只不過問題咧，就講緊係屈得有幾牛咧嚇，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咁亦都見到個恒生指數，由之前咧，其實呢個係28,056點，咁其實見到我哋一路之前話俾大家嗰個嘅橫行區，咁依家都去到橫行區中軸附近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再向上嘅話咧，咁其實應該佢起碼可以做到貼翻之前嗰啲嘅位置，即係意思咧，上翻到去大概60幾70嗰啲位咁樣。咁其實如果去到60幾70嗰啲位係算係唔錯嘅。咁同埋佢依家其實講緊係起碼肯彈啊嘛，咁本身嚟講亦都係一啲好嘅息路嚟嘅。咁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咁對於恒生指數本身嚟講，啲股份嘅上升咧係有一個 support。咁而估值計咧，其實近排真係的而且確升咗唔少，其實嚇。咁最新恒生指數已經去咗10.77倍，所以我唔夠膽估到咁高，唔夠膽預測到咁高。咁因為講緊咧就本身嚇，咁依家喺翻呢個25,600點，但係港股方面嚟講嘅盈利咧，其實就有少少變數喺度。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大家預期港股恒生指數嗰個嘅盈利增長，其實就冇講緊係即係美股咁強。美股方面嚟講係強嘅，其實嚇。咁我之前好似都同大家分享過一次。咁就講緊係話翻俾大家聽下，標普方面嚇，依家咧都大多數公司啦，其實都出咗個業績㗎啦，其實嚇，又標普500裏邊啦，咁大多數都出咗業績㗎啦，其實嚇，咁佢哋個 earning per share 咧嚇，咁講緊係出得非常之好咁樣。調翻轉頭，我驚我哋恒生指數未必出到咁好，咁所以變咗咧呢度咧唔排除會因為咁可能會有少少波動，都唔奇怪咁樣嘅。咁但係咧調翻轉頭啦，咁80%以上嗰個嘅即係本身企業能夠 fulfill 到下市場嗰個預期，好過預期咧，的而且確點解美股成日都升，咪就咁解咯。其實嚇，咁因為如果你再望一望埋，咁
咁本身嚟講，佢哋嗰個嘅講緊個市盈率明明升咗上嚟7700點啦，其實嚇咁點解個市盈率其實不升反跌呢？因為佢哋公司賺到錢嚇，咁賺到錢啦。之前嚟講個市盈率咧，你睇到啦，咁都去到成23倍，依家反而落咗去20倍，點解啊？咪就係因為人哋賺到錢咯，人哋賺到錢嘅時候，咁變咗嚟講佢市盈率，因為 price to earning ratio 啊嘛，個 earning 個 E 字大咗嘅時候咧，咁變咗嚟講得出個答案咪細咗咯，其實嚇，所以得20個就係其實一啲都唔高。相反地咧，咁本身嚟講嗰個恆生指數咧，你見到就即係 sorry 呢個標準普爾500指數咧就一路升咁樣嚇，直頭一個係呢個蝴蝶叉咁樣嚇，咁講緊一個完美嘅交叉信號。咁呢種咁嘅狀況咧，對美股方面嚟講，我覺得8000點咧，其實可能我已經睇少咗佢，其實應該可以更加高添嘅，其實咁只不過純粹咁有啲人會問，喂，你睇過8000點咁樣，咁我哋而家咪要收姜？其實咁因為講緊爭嗰200零點，咁但係老實講啊，其實8000點係我籠統去預測嘅啫，其實咁佢可以我都冇諗到盈利增長咁強勁噶嘛，其實佢可以高過我預期噶嘛，高過我預期咪仲好係嘛？咁我會 appreciate 嘅，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喺翻港股喺翻美股，咁如果你話邊個比較強咧，一定係美股比較強。你起碼見到佢嗰個市寬係一路 keep 住喺個高位度嘅，即係簡單啲講啲股價咧上咗去呢個嘅50天線上邊係唔跌翻落嚟嘅，其實唔跌翻落嚟，因為呢個係反映幾多公司上咗去50天線啫嘛。咁所以其實講係一路向上行嘅，其實咁一路都 keep 住喺60附近嗰啲位徘徊。咁呢個就充分反映住佢哋嗰個勢方面嚟講個強勢。所以其實咧炒波幅嘅股份咧係應該買美股，收息嘅股份應該買港股呢個係我個 norm 嚟嘅，其實咁本身嚟講咧就都幫我公司買下廣告啦，其實咁本身我公司係 iFAST 世界新加坡嘅上市公司，上市編號係 AIY。咁本身嚟講咧，就我哋如果你想揾我哋公司資料咧，隨時喺翻呢一個嘅本身互聯網上邊打 AIY， 咁打 iFAST 咁就已經可以嘅。其實咁講緊年報啊各樣嘢你都會睇到。咁我哋嘅年報方面做得好好。咁新加坡公司係比較上係坦誠啲嘅，其實咁我哋本身喺個手機 app 裏邊咧，其實除咗有你1年嗰啲嘅 statement 之外啦，咁當然亦都有晒你過去呢段時間幾年方面嚟講啲 transaction 嘅，所以變咗嚟講透明係好高嘅。其實根本上咧，你一眼可以睇晒。咁就算 even 我哋幫你管理咧，我哋所有嘅 transaction 一做咧，已經即刻有消息係有 message 通知翻你㗎啦。其實咁變咗嚟講咧，你係完全係 well known 嘅。其實就唔會話即係講緊係喺個黑箱作業啊嗰啲咁樣，唔會有咁樣嘅情況。同埋我哋買緊嘅股票咧，通常都係啲大藍籌或者權重股多，我哋好少會買埋晒嗰啲即係名不見經傳嗰啲咧，咁嚇親大家咁嗰啲，我哋真係冇幾可其實咁就算有都好啲多嘅啫。其實講緊就一定唔會多過10% 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呢個係我哋公司嘅特質啦。其實新加坡人都係比較保守嘅，其實佢哋都係中意收租啊，都係中意呢啲嘅房地產信託。咁喺香港已經係就咗香港市場咧比較稍為進取到啲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嘅收息組合咁本身嚟講喺過去呢陣間，我哋喺呢個嘅大新銀行啦，同埋呢個嘅本身6823啦咁就香港電訊個 SS 其實都做得好好，兩隻股份都創新高嘅，都係我哋近期一啲創新高嘅股份。咁當然啦，其實講緊就本身炒波幅嘅股份，因為本身喺美股度，美股早排咧都多嘅呢啲係記憶體股份啦。咁而甚至乎係啲火箭概念啦，其實咁不過 SpaceX 上市前我哋已經食咗糊嘅，其實咁跟住講緊咧，亦都有啲光通訊，亦都係早前啦，其實講緊年中嘅時候，我哋已經食咗糊。咁講緊就本身我哋都係傾向於買啲大股為主嘅，其實咁好少買啲細股。咁所以如果大家唔想捱眼瞓，因為我哋真係捱眼瞓嘅，其實咁講緊咧，你可以隨時聯絡翻我哋，咁我哋幫你哋手去處理翻你哋個投資組合咁樣。咁我哋嘅聯絡電話98616400，咁呢個最好就用 WhatsApp 我哋，因為同事放假咧
香港啲同事放假咧，我好難揾到個同事嚇，咁願意揸住個電話周圍行咁樣嚇。咁而調翻轉頭咧，就講緊係我哋本身 call centre 嚇，咁呢邊就係喺呢個嘅我哋喺 KL 嗰邊嘅個 call centre 嚇，咁全世界統一咗喺吉隆坡。咁本身嚟講37664334講廣東話嘅唔使擔心嚇，我哋嗰邊嘅同事廣東話都同我哋差唔多其實嚇，咁你一定聽得明，一定聽得到嚇。咁所以其實因為作為一間新加坡公司啦，咁講緊我哋當然係 headquarter 喺新加坡啦，其實嚇。咁除此之外，香港啦、馬來西亞，跟住講緊去到中國內地，我哋有10幾間分行啦。咁跟住印度啦嚇，跟住講緊去到中東巴林啦，咁甚至乎係去到呢個英國嘅金絲雀碼頭。我哋有銀行咧、股票、債券、基金、養老金，我哋全部都有做，其實嚇。咁都係我哋專長業務。你一聽都係啲比較穩健少少嘅一啲嘅講緊業務嚟嘅。而我哋公司方面透明度好高，頭先講過喺手機你隨時 check 翻晒自己所有嘢。咁再加埋一樣嘢啦，就係本身咧嚇，咁我哋嗰個嘅信託銀行咧，亦都揾咗匯豐、渣打同中銀香港，意味住咩咧？意味住我哋啲錢就係擺喺佢哋度咁樣。咁若果有啲咩事，佢哋直接俾翻你哋嘅，就唔使話嚇講緊係要啲咩破產啊嗰啲咁樣，唔使嘅。其實講緊就嚇，咁講緊就佢哋俾翻你哋就可以。咁所以變咗你哋唔需要擔心話筆錢會唔會不翼而飛啊咁樣，唔需要擔心嚇。講緊就本身我哋揾咗最強嘅信託銀行去幫你哋去作為一個嘅即係保管人、託管人咁樣 ，OK。咁當然啦，其實講緊就本身咧嚇，呢個就交俾我管理嘅。咁而本身嚟講咧，就我管理嘅時候咧，亦都係推而廣之啦。為大家咧就揾咗一啲平嘅服務。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嚇，呢個收費就我管理緊嗰啲嘅即係買賣價錢嚟嘅。其實講緊就嚇，港股方面，不論任何銀碼，咁其實講緊每個 transaction 咧都係只係50蚊港幣，冇其他雜費，除咗嗰個股息費嚇。咁大家收到股息翻嚟，間間都收㗎啦。其實嚇，我哋都係收翻嗰啲付乜嗰啲嘅費用咁上緊嘅啫。其實嚇，或者長乜啊嗰啲咁樣，咁嗰啲咁上緊嘅啫。其實嚇，我哋對過嘅其實嚇，咁係差唔多嘅啫。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大家唔需要擔心話會唔會其實嚇呢處話50，跟住轉頭有其他嘢收啊咁樣，係嗰個嘅即係講緊股息個費用嘅啫。其實嚇，咁而50蚊咧係。無論銀碼你個 transaction 銀碼大細都係50，即係簡單啲講，你個 transaction 係100蚊又係50嚇，講緊係呢個1萬蚊又係50，咁甚至乎係100萬都係50，甚至乎係1億都係50咁樣嚇，咁所以變咗咧呢個好抵嘅，同埋加埋咧我哋係有電話嘅，電話方面嚟講都打得通嘅，其實嚇大家可以試下咁樣，同埋甚至乎另一方面咧喺嗰個嘅電腦做亦都係50，喺手機做亦都係50，所有都係50嚇，咁所以變咗咧就呢個即係都特登 offer 翻俾大家。強烈提一提翻聲，我哋公司正常收費係88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咧，你記得嚇 call 翻溫總嚇，因為係我哋條 team 去 promote 嘅，其實 OK 嚇。如果唔係到時咧變咗扣你88蚊嘅時候咧，大家就唔好嚇，即係講緊係即係嚇，真係要取消翻個戶口先開到個新戶口，又麻煩咗手續咁樣啦。咁總言之簡單講就揾翻98616400呢一個係最穩陣，9837664334你反而做佢提一提佢嚇，講緊係溫總條 team 啊咁樣咁嗰隻其實嚇，如果唔係嘅話，佢哋可能驚搞錯，俾咗第二個部門嘅話咧，咁收貴咗大家就嚇冇抱歉咁樣嚇。OK，咁跟住咧，亦都同大家跟埋個股啦。咁個股方面嚟講，700騰訊方面嚟講嘅走勢啦，咁大家見到啦，咁就講緊本身嗰個嘅股份方面咧嚇，啱啱呢個禮拜4、5咧，你見到稍微走翻遠啲，其實嚇咁騰訊方面的而且確近期嘅走勢咧，佢個表現係差過阿里巴巴，咁無他，其實因為阿里巴巴本身嚟講咧嚇，佢哋嗰邊嗰個嘅千文嗰個 program 咧。似乎做得幾好嘅，其實嚇，咁因為講緊千文做得好啦，加埋嗰個嘅本身嚇，即係月資暗面，咁佢其實亦都係最大股東，因為佢有3成半嘅股份嚇。其實3成半股份唔係細嘅，其實嚇，只不過問題佢係控股股東，即係簡單講唔係話阿馬雲，即係唔係阿馬雲 hold 住咁解嘅啫，其實嚇。咁但係都 OK 啊，其實嚇冇乜特別，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即係騰訊方面嚟講，股價走勢咧就壓力大啲。咁但係咧嚟緊方面嚟講出業績啦，所以我今日就特登擺翻佢喺度咁樣。咁本身嚟講，如果出業績嘅話咧，嗱，如果喺翻呢啲高位嘅時候咧，你小心出業績嘅時候，如果業績係好嘅，咁佢未必升好多嘅，其實嚇。但係調翻轉頭業績方面嚟講，有挑剔嘅地方咧，佢可能會走翻落嚟嘅，其實嚇。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
好彩咁講緊，可能喺例如404蚊度買咗咁樣，440蚊度買咗，咁調翻轉頭啦，講緊依家現階段就嚟出業績，你可能減一啲倉咧就穩陣少少嚇，等到佢出業績嘅時候，寧願佢真係做得好再買過，否則嘅話真係跌落嚟嘅時候咧，你起碼都保障咗你一定嘅利潤喺度，咁所以就本身呢個就作為你個參考咁樣，呢個我自己個人嘅即係平時啦好多時炒業績股方面嘅做法，因為業績咧唔係話好就會升嘅，有時好都會跌嘅，其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分享翻我自己平時嘅處理辦法。咁而981中芯方面嚟講咧，亦都係啦。嗱，中芯方面你見到啦，一路碌緊落嚟，咁其實近期都喺翻呢個橫行區方面嚟講橫行緊。咁本身嚟講咧就喺翻呢個嘅68蚊度咧，咁你見到咧，其實有少少阻力，咁其實就如果你話突破到70蚊樓上咧，咁應該再行翻上90個機會就大，咁但係暫時嚟講最多都去到69蚊，咁所以變咗咧短期方面咧都係攞翻約莫挨住70度啦我就費事講得太仔細啦，其實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61蚊至，如果你真係要講仔細嘅話，61至69蚊呢幾蚊之內上上落落啦大概10% 之後上上落落啦，但係開始轉好緊嘅，其實就開始轉好緊嘅，其實你起碼見到一底高過一底先係嘛，一底高過一底，咁所以其實講緊有個朋友咁如果有貨嘅繼續揸住咁樣咁講緊希望可以繼續再往上走，咁跟住係咩咧？京東咁京東方面嚟講又點做咧？咁樣咁京東方面咧亦都係嚟緊出業績嘅，其實咁大家見到啦，講緊咧京東會喺翻星期3定星期4，其實等等我都因為成日咧就佢呢個頭白圖有時OK。918京東咁佢本身嚟講咧，嚟緊呢個星期啦，嗰日禮拜4會出業績咁樣大家睇住翻佢個業績做成點，收咗市之後㗎咁收咗市之後先出業績㗎到時再睇翻佢可唔可以真係大家收唔收貨？因為佢近期咧，你見到佢都好多動作，又收購街鋪啦，之前亦都買物業亦都搞其他業務咁樣物流嗰啲做咗好耐啦咁但係講緊會唔會再有其他新嘢咧？有冇其他嘅 planning 咧？其實都會喺嗰個嘅業績嘅時候相對啦都會有更加多嘅 update， 更加多嘅交代。咁所以到時候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咁樣京東方面嚟講未來嘅前景。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就992聯想方面終於出現突破其實喺星期5嘅時候咧突破咗個橫行區，咁恭喜啦！咁即係意味住咩咧？有機會進一步往上走個機會會比較大咁之前嚟講我都提過大家去到呢啲位啦，咁可能減一減倉嗱。如果你話講緊星期5突破翻嘅話咧，咁你其實就可以買翻都得嘅。不過講緊啦買咗之後都係會錯嘅咁呢處大家留意翻。咁不過講緊就本身咧既然佢突破得嘅，咁希望佢真係突破就唔係假突破啦。咁即係意味住咧個止蝕位咁可能擺得稍微遠少少。咁22蚊係基本啦，其實22蚊係基本啦。如果你話再大膽少少21個4之前呢個低位啦，咁你再俾多1毫子個21個3，咁我覺得其實個人都可以合理化咗佢，其實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941中移動，咁中移動亦都係嚟緊會出業績嘅，佢亦都係禮拜4。咁本身嚟講你見佢近期啦咁都係升升跌跌咁樣，咁其實好似個勢頭咧就弱翻少少，因為近期啲高息股咧有啲資金係寧願想追逐一啲嘅本身嗰啲增長股，所以其實咧有啲資金喺高息股方面嚟講就撤離緊，咁所以呢樹就大家都留意翻咁樣，咁睇一睇嚟緊呢個禮拜如果佢跌得夠多嘅話咧，個業績唔係特別差，咁有時叫翻轉頭夾翻上去都唔奇，其實咁但係最重要就係嚟緊呢個禮拜佢要肯跌先得咯，其實佢唔肯跌嘅話咧，咁如果佢升翻上去嘅，咁其實出咗業績都未必有好大幫助嘅，其實反而調翻轉頭可能會又整固過咁都唔奇怪咁樣咁好少少嘅 picture 就係窄幅上落啦好少少嘅 picture 就係窄幅上落啦，咁就係咁好，咁跟住亦都同大家跟埋嗰個美股啦，其實跟埋美股前咁都提一提聲咧咁我哋有個興趣班，每個星期1至5港股交易日嘅時候咧，咁
咁同大家上堂嘅，喺1點鐘至2點鐘。咁我哋呢個係網課嚟嘅，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咧，就個內容方面嚟講係包括咩咧？咁我哋個名叫做溫眾實戰投資同學會，咁叫得做實戰投資嘅話咧，咁一定係即係以做練習嘅角度為主。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就本身內容方面包括每一股嘅，每一股方面咧，我哋盡量喺市場裏邊揀翻一啲嘅喺關鍵位置嘅股份出嚟，咁同大家一齊研究下，咁點樣去買入，咩價位去做目標，咁咩價位去止蝕咁樣。咁跟住講緊咧，就本身基本分析同技術走勢咧，一應俱全都會同大家分享埋㗎啦。咁加埋咧，就本身就可以重溫添嘅，其實嚇。同埋另一方面咧，有唔明嘅投資問題嚇，咁講緊可以隨時發問嘅。咁當然啦，要問得嘅話，我哋都有教投資嘅。咁近期方面嚟講咧，就啱啱教到裂口，之前嚟講就教咗 MACD， 再之前咧，咁一紮嘅技術分析都教晒㗎啦，其實嚇。咁再之前咧，其實係教啲基本分析嘅，其實嚇。咁我哋不斷無限一個 cycle 咁樣去，咁所以一路上堂啦嚇，一路 update 住個市況，一路其實講緊睇住翻啲股份方面嘅變化咁樣，咁再加埋啦，大家一齊溝通，咁都幾爽嘅，教學相長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本身嚇，亦都喺夜晚嘅時候，咁你知溫眾勤力㗎啦，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咧，如果星期1至5咧嚇8點鐘左右，我哋亦都會有個投資日記嘅，其實嚇。咁我哋叫溫眾隨筆嚇，咁因為都叫做港股收咗市啦，咁講緊係輕輕鬆鬆咁寫幾隻字俾大家，咁作為一啲嘅市況 update 咁樣嚇。咁呢啲密函咧，咁大家如果想有興趣嘅，咁其實加入我哋同學會，咁嚟上堂啊嘛嚇 ，continue education 啊嘛，其實嚇。咁講緊香港政府一路都鼓吹㗎嘛，當然我哋又唔係咩學位，呢啲講緊純粹係一啲嘅興趣班咁樣咁，但係持續進修都係好嘅嚇。咁哪怕係學乜嘢都好，其實嚇唔係學壞就得㗎啦，其實嚇。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咁喺 YouTube 上邊撳翻加入制報名就得㗎啦。OK 嚇，咁就跟住同大家 update 埋個美股。美股方面嚟講 ，Nvidia 咧都嚟緊出業績㗎啦，其實嚇。咁咪唔覺啦，其實嚇都本身喺26號就會出業績嚇，咁就唔係呢個禮拜，咁但係月尾啦，其實嚇佢不嬲都係相對遲幾拍嘅。咁反而調翻轉頭喎，遲幾拍咧就有得憧憬下喎。點解咧？其實嚇咁因為你會嚇咁其他科技7雄有6雄都出咗業績啦，係爭佢啊嘛。咁調翻轉頭啦嚇，咁亦都有啲好消息，例如好似 Elon Musk 方面咧嚇，話佢以後咧就本身 SpaceX 就係用佢嘅芯片咁樣，咁呢個係明顯地幫助咗佢嘅股價更上層樓。咁依家最高已經去到224.76咁嘅位置嚇，咁就本身我哋都係喺佢起步嘅時候咧嚇，突破呢個嘅關鍵位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嚇，即係都趁低吸納，因為知道其他6個都買咗，即係嗰個業績都做得好啦。咁所以我哋都趁低吸納。咁趁低吸納咗之後啊，佢一路都升得上去幾好嘅，其實嚇，咁都做得唔錯。咁變咗嚟講咧，就嚇呢個我覺得咧嚇，去到呢啲位會唔會差唔多咧？當然我哋會及住啦，其實嚇會睇住佢到底嚇會唔會真係可能要唞一唞咁樣。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出業績前咧，通常佢都會稍為傾向於做好嘅。咁唔排除咧嚇，咁講緊佢都會係再試翻之前啲高位都唔奇怪咁樣。咁不過依家入咧就最好睇一睇翻，大家就分批入會比較好啲，就唔會一次過入晒咁，入晒可能會稍微風險大少少咁樣啦嚇。咁呢處留意住。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風險大嘅意思即係驚你哋嚇即買即跌咁就唔爽啦嘛。其實係嘛，梗係最好就買完之後即刻升噶嘛。調翻轉頭啦，咁跟住去到 SpaceX 方面嚟講咧。哇！星期5升得好犀利嚇，咁因為其實咧近期方面佢哋已經累積咗一定嘅跌幅，咁本身嚟講咧就啱啱跌到去100蚊邊度攞到個支持咁樣嚇，好多人都想去跌穿100蚊俾佢買到，咁調翻轉頭啦。個市就係唔衰噶啦嚇，你諗住100買咩？佢係100幾嚇，咁就係唔俾你買到咁樣。所以經常咧都有啲朋友仔會分享，哎呀就係爭個少少嚇，即係講緊係買唔到貨啊咁樣，爭一格咋咁樣，跟住升到上太空咁樣。咁調翻轉頭咧，所以我有時都會同大家講。如果真係睇好隻股份嘅話咧嚇，俾多少少誠意，咁其實會着數啲嘅。其實嚇，咁即係意思係唔好買到咁，唔好攞到咁盡咯。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咧，寧願嚇俾多少少錢，俾貴少少咧，咁其實咧反而調翻轉頭，你起碼買到啊嘛，唔會話講緊即係嚇眼光光望住人哋升咁樣嚇，自己冇份咁樣嚇，人生最痛唔係在莫過於此咩？係咪？咁所以呢個咧就都留意翻啦。咁跟住咧都同大家跟埋就係美光。
美光方面嘅走勢咧，嗱呢幾日咧佢嘅走勢都幾迂迴。星期一方面嚟講咧，勉強升到；星期二升得比較好，升到7%。星期三方面嚟講咧，又係打打和個升得0.06%。跟住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要跌，但係星期四咧就起碼叫做低開高走，星期五咧就高開低走本來上升嘅又升唔到咁樣，咁所以成個禮拜計咧，本身嚟講隻美光咧就有啲改善㗎啦，其實起碼叫做升翻到，咁但係近期方面嚟講嘅走勢咧有啲吊詭嘅，點樣吊詭法咧？一個禮拜升，一個禮拜跌，一個禮拜升，一個禮拜跌咁樣。咁啱啱升完呢個禮拜，佢會唔會嚟緊呢個禮拜跌咧？咁樣咁嗱，老實講，本身佢似乎依家真係開始叫橫行咗喺度。咁我覺得有貨你不如揸住啦搏佢唔再跌啦。因為其實講緊咧之前喺前個星期最低已經做到去737嗰啲位置。坦白講啊，其實講緊業績咁好嘅股份，咁之前嚟講最高做到去1255。調翻轉頭要落到去737，咁其實講緊係跌咗成4成咁依家4成之後，咁你叫企翻定啲合情合理。反彈嘅時候咧，咁當然啦咁而家第一波反彈就叫做見過下900蚊嗰啲位置咁樣，咁喺前個星期嘅時候咧，最高去到930嗰啲位置，咁但係調翻轉頭啦講緊佢即日來回啊嘛，去到930就跌翻落嚟啊嘛，其實咁未來方面咧，最好盡快上翻1000蚊，咁而我覺得係上翻1000蚊都合情合理嘅。如果你話計佢嘅話咧，業績咁好咧。因為1000蚊就啱啱50%嘅一個回調啫嘛，即係相當於係咩咧？由翻之前高位1255啦，跌到落嚟講緊頭先講嘅低位737啦，咁反彈翻跌幅係一半啫嘛，其實咁呢啲一半我覺得唔算過分咁所以其實有貨嘅我自己覺得都不如揸住啦，其實唔好走嚟走去啦，其實咁而另一方面咧，就本身嚟緊出業績嘅，亦都有呢個嘅巴郡。咁巴郡方面嚟講，星期一就出㗎啦，其實本身嚟講，通常呢啲咧都係盤前出嘅呢啲咁嘅即係傳統藍籌股。咁本身嚟講咧，就睇一睇佢咁因為星期五稍微跌咗啲，咁但係近期咧都挨住啲高位。咁睇佢就唔止淨係睇佢嘅，因為睇下佢嘅倉到底買緊啲乜嘢咁樣。因為之前咧阿巴菲特佢自己落 order 話要買 Google 喎，其實咁你都唔好話唔搞笑。咁因為之前咧已經好難得佢肯買呢個蘋果㗎啦，其實科技股因為唔係好肯掂㗎嘛，調翻轉佢肯再買個蘋果翻嚟咁樣。咁買完蘋果翻嚟貨源歸邊，咁蘋果股價方面都係升多啲啦。咁調翻轉買咗 Google 翻嚟，咁 Google 方面都扯咗一陣咁樣。咁未來咧睇住佢講緊仲有買咗啲乜嘢咁樣咁大家得住啦，其實OK。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咁嗰個嘅應用材料都會出業績嘅應用材料亦都係半隻嘅科技股嚟㗎啦，其實咁所以佢都係盤後出業績嘅，其實你知通常啲傳統藍籌股有啲叫老燈股啊，其實真係老土，即係大家最怕聽到個燈字㗎嘛，其實係嘛？咁講緊就本身係老燈股咁樣，咁但係呢啲佢唔認啊。唔認老咁講緊就唔係好似我咁成日認老咁講緊咧就本身佢都係嚟緊會出業績，且看佢業績方面嚟講做成點，咁喺呢個嘅星期四，佢都快出完業績之後咧轉個頭隔一個禮拜即刻已經派埋息添，其實除埋淨添嘅，唔係派息除淨添，好快好犀利咁但係講緊美股派息就無謂啦，係嘛？因為美國政府收成3成嗰個嘅股息稅，咁所以通常收息股唔會喺美股度買嘅，其實收息股只會喺翻其他地方咁香港買係最好嘅，其實我哋多高息股咁樣。恆指方面嚟講，跌得緊要，亦都相比起美股方面咧，起碼高1厘樓上咁樣。所以變咗嚟講咧，整體方面如果講緊係港股方面重複翻一次，我嚟緊呢個禮拜咁係睇翻呢個26,600至到25,600之間嗰啲位置咁樣希望佢更上層樓。咁本身嚟講行個走勢。周線圖上邊可能會去翻到一個禮拜升一個禮拜跌嗰種狀態咁樣我會咁預期。等於好似日線圖上面佢都一個禮拜升一日升一日跌一日升一日跌咁樣，其實情況類似嘅。OK， 咁講緊就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咁就本身嚟講，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周日假期咁樣。哈利路亞。咁就如果去教堂嘅朋友一陣間主家見，咁就 anyway， 咁就祝佑大家，拜拜。